娘妈，我还有一件事想求你。娘妈，你说。此时此刻，就把我当做你的婆，叫我一声妈。叫我，孩子，快叫我！妈，来，听见你答应我，妈妈太高兴，太高兴了。娘妈，你没事吧？陆小北，陆小北，妈，妈，儿子，你们我在一起，要幸福，你们要幸福一辈子。我希望你们永远幸福，永远在一起啊！娘妈，娘妈，医生，医生。你要是再这样下去，真的会累垮的。我知道梁妈死了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可是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累垮了，梁妈在天上也不会快乐的。我妈就因为你我这个不孝子，所以她才会走得这么突然。别这么说，我曾经答应过她，会娶你进门，
前的事情，你们姓童的也脱不了干系。不是，都怪我自己，我真的不应该那么优柔寡断，一次一次的错过那么多报仇的机会，我就应该狠心一点。我妈是被我害死的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想着报仇呢？我一念你现在已经是曾杰西的未婚妻了，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。我不想看到姓童的待在我们家一刻，我也相信我妈不想看到你。走吧。你走吧。我让你走啊！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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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抽筋儿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多了吧？好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腿啊，一受凉就抽筋儿，你肯定是把被子又踹开了。是啊，原来我蹬被子的时候有你在，现在可好，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好了，孩子都大了，康琪都要成家立业了，木莲呐，我们都老了，能不能不再吵了？是，人家都说老伴儿老伴儿，你可倒好，临了临了你给我添堵。你说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你在我之前结过婚生过孩子，我有可能原谅你。可是你隐瞒了我20多年，哼，我们啊，这夫妻可真是同床异梦啊。其实啊，我也很后悔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狠心的父亲，抛下了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这是不可饶恕的。你恨我，我活该。到老了我一个人，这就是报应。我知道，谁做下的事情，谁就要接受惩罚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连累你和孩子的。我已经通过中介在郊区找了房子了，等到给康琪办完了婚事，我就搬出去，不会再让你心烦了。好了，你睡吧，明天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好好照顾自己吧。谁这么晚了？喂，阿姨，我是一朵，我师傅他过世了。什么？
梁妈过世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？向北哥他不会怪我吧？英英，事到如今，我也猜不透向北他到底怎么想的。他一大早就去准备丧礼的事情，连他生母给他留的那封信他都没看。那我现在就去找向北哥，我要和他解释清楚。我没想到招牌的事情会这么严重。莹莹，外公劝你先不要去，向北的心情不好，再等等吧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康琪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商量，你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？莹莹，我暂时不能过去，我陪我爸妈参加梁妈的吊唁。你确定我们进去？梁妈是个好人，如果没有梁妈，向北就不会有今天。我们必须去。沈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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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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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夫人。你走得太匆忙了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向北，我们是真心真意来送梁妈的。我妈不需要你们送，也不需要你们虚情假意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出去，你们给我出去，出去，走不走啊？行。今天我给大家一些爆炸性的新闻。各位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华彩的董事长沈梦德会在这里？不知道是吧？因为他有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其实他在外面有一个儿子，一直不敢公开。那个人就是我，陆向北。陆向北，你别太过分，妈可刚刚去世。哦，我还听说了。沈夫人跟沈梦德已经离婚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沈夫人会取代沈梦德当上了董事长。陆向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些记者是不是你自己带过来的？你真以为我会和沈康琪结婚吗？我那是为了你，我和沈康琪是做戏。沈夫人，他刚说的是陆先生，开玩笑吧，沈夫人。哎，陆先生，刚才您说的和沈先生的关系是真的吗？您和沈梦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以及您公布华彩集团的丑闻是你自己的计划吗？你公布了英英的录音，他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些事情公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吗？你们去问他吧。走。孟莲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了，气死我！这个陆向北，让我们3个人丢尽了脸。司机，我就想回家，我们直接回家。妈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隐瞒你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叫我妈啊！我没想到你跟英英是假结婚，今天只有这件事情最丢人。你拿我跟你爸爸当猴耍呢是吧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妈，对不起。这里是包不住火的。康琪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还好这件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还不到？你觉得今天这件事情还不够丢人啊？你让我跟亲戚怎么交代？
我给每一个人都打了电话的。康琪当初就不同意你擅作主张。我事到如今都是我的错，对吧？要不是突然你冒出个儿子来，我能跟你离婚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妈，陆向北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恐怕他受了很大的打击。就算受的打击大，他也不能拿我们家当出气筒啊！哎呀，这个陆向北真的太可怕了！哎呦，今天这个烂摊子我怎么收拾啊？我们沈家呀，真是颜面扫地。依，不好了，陆向北给你捅娄子。你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啊？你知道？刚刚我一个记者朋友已经告诉我了，没想到他陆向北会来个鱼死网破。他这次可把你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好莱坞知道你传出假结婚的消息，要单方面和我们终止合同，他们要更换女主角，还有那些媒体记者，他们要你做出解释。公司的高层对这件事也非常的震怒，原本安排在今年年底的演唱会，现在因为这件事也要推迟了。张姐，我好累，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？你先出去吧。茵茵，你不能认输，现在我们握有主动权，别忘了招牌还在我们手上。走，我们马上去找陆向北摊牌，要他给你澄清。可是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你付了钱，再说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并没有做错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要他当着那些记者的面给你澄清，就说这一切都是他捏造的。你不了解陆向北，你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的。茵茵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依着你，可这件事关系着你的前途。如果你的负面新闻不消除的话，别说你想进军大荧幕了，就连你的歌坛地位也不保了。张姐，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你能不能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啊？喂，康琪。莹莹，陆向北呢？我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要怪就怪我吧。康琪，我们能不能见个面啊？现在？是，我现在好烦，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好吧，我马上回去。现在播送今日要闻：华彩集团现任董事长于慕年女士爆出丑闻，她和华彩集团前任董事长沈孟德先生原来早已离婚，而这一切都是完美集团副总裁向媒体爆料的。向北，你回来了，养母的事都办好了吗？我再说一次，她不是我养母，她是我妈妈。向北，梁妈的死，我们都觉得很遗憾。我也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很不好受。可我毕竟是你的亲外公，你能不能……我知道。你想提醒我别忘了报仇的事情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向北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今天已经把沈家所有的丑事都抖出来了，我这样做你满意了吧？怎么？你是来责怪我的吗？啊？这些的事情难道不是你该做的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要不是你要我去报仇，我就不会认识童一念，我就不会爱上他，我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订婚。要不是因为你，英英就不会回来，她就不会为了报复我，故意买下我妈的私房菜馆。
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妈就不会那么早就死。好，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啊，我有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娘妈临死之前有封信要让你看，是你亲生的妈留下的。我这就给你去拿。不用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我去看那封信，因为你害怕我会对沈孟德还有同志性手段，因为你会怕我拿不回属于你的东西，因为你会怕我放弃给陆家报仇。这你都不用担心。我终于发现，我生存下来唯一的理由，就剩下报仇了。来了。这些狗仔队真难缠，好不容易把他们给甩了。那些人都是无孔不入的，估计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见面的消息，明天就会见报了。啊？不会吧？那会不会连累你啊？怕什么呀？我都已经习惯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在电话里说想找人聊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公司已经全面推迟了我的演唱会计划，好莱坞那边也把我的角色换掉了。很抱歉，上次拜托你写的那首电影插曲恐怕用不上了。没想到梁妈的死，竟然可以令陆向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我到现在才明白，梁妈不仅仅是向北哥的养母。我真的很后悔忽视了她这个妈妈。伟大的母亲。听说你今天没去上班。哎，姨，你看，这是你小学3年级的照片。我记得那年有一次你想学自行车，让我教你，可是我因为公司忙，没时间陪你。结果你呢，自己跑到公园去练习，摔伤了胳膊。当爸爸回来看到你这受伤的胳膊，心疼啊，可是嘴上却说你怎么那么没用。嗨，总之我不是个好爸爸。爸，梁妈过世了。你怎么连电话里没告诉我呀？我今天给您打电话，公司秘书说你一天都没有上班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以前你最在意你的工作了，今天怎么连班都不去上了？爸爸老了，人一老了就没用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爸爸，我就是想问你，陆向北真的是我们家的仇人吗？他为什么要报仇啊？我就知道，你早晚会问这件事的。你呀，是陆厂长身边的大红人，将来等工厂发展起来了，
肯定少不了你那份的。曾太太夸奖了，这都是师傅给我的机会。童之行，眼下还有个更好的机会。您说。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一直都很希望能跟陆厂长合作，但是他呢，有点老顽固，总是不肯签名。我听说他的签名很特别，草书如同行云流水般，特别难模仿的。可你呢，一直在模仿他的字迹，所以呢，我跟我老公有件事情，想请你帮个忙。曾太太，这样不好吧？啊，你帮我签了这个名字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真的在合同上伪造了外公的签名吗？是的，这是我这一生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，而这个错误让我一辈子无法挽回，并且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原来真的是你伪造了我的签名。你听我解释。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可没想到你做出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了。要不是念我们师徒一场，我就把你送给公安处理。你这是犯法的。师傅，其实杰西卡这次合作的条件是很优厚的，你不应该拒绝。再说，我们工厂的销售现在面临困境，如果能跟他们合作，我们就能挺过去。他们的合作条件那根本就是霸王条款，他是为了侵吞我们的工厂。没有他们的合作，我们照样也能挺过去。师傅，你给我滚吧！我不是你师傅，你也不是我徒弟，走吧。师傅，我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不解，人犯错误可以有很多种，有的可以被原谅，可像你这样的就必须接受惩罚。我这个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菩萨，你给我滚吧！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因为师傅把我赶出厂子，我心里愤愤不平。为了报复，我就拿走了一笔关系到工厂生死存亡的订单。临走的那天晚上，我想到师傅曾经收留过我，而且一直对我很好，又觉得有点舍不得。我知道师傅每天都会去仓库巡视，就决定去仓库看看他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一到仓库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在哪儿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火是你放的吗？请相信我，这火不是我放的，师傅。你不仅忘恩负义，你还恩将仇报，你这个混蛋呀！哎，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看看我的工厂啊！师傅，危险啊！我真没想到那一把大火，把工厂的货全都不烧光了，就连我师傅的眼睛。如果你当初能留下来帮外公救火，那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糟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埋怨我吗？我发誓，这火不是我烧的，我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爸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想说，人家报复我们，也是有苦衷的。有件事，爸爸必须告诉你。我把公司10%的股票已经转给了曾太太，她想当那个董事长，并且要重组完美集团。
什么？我不赚股票就得买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我舍不得呀。爸爸，那要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呀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当好陈杰西的未婚妻，和那个陆湘北划清界限。我是真的好想你。别难过了，梁妈生前那么喜欢欢乐，喜欢笑声，她肯定不愿意看着我们活着的人那么为她伤心。你好像很了解师傅。我和向北都是孤儿院的朋友。后来我们分别被人收养，每次见面，他聊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养母。你也是孤儿啊？向北的耳朵是重度儿童，梁妈为了能让他像正常的人一样学习做事，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也难怪向北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向北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，他一直强调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报仇，其实他只是想不要去伤害无辜。作为我来讲，比谁都了解这一点。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？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你的事情。梁妈的过世，我也有很多感悟。我觉得，对于我们活着的人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珍惜眼前爱你的人。之前我试着去找过你，想给你道歉，想请你原谅之前我拒绝了你。一朵，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学会彼此坦白，学着彼此谅解。陆总，咱们谈谈。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，什么事儿有因就有果。我的股份给你个朋友价，打8折，你考虑一下。你不是已经跟杰西卡签了协议书了吗？你到底还有多少股份可以卖啊？我现在终于知道，我以前做的全都是错的。对付像你这样的老鼠跟蟑螂，就必须要赶尽杀绝。这2天我要送我妈，没有时间跟你玩。其实你应该感谢她，让你可以多过几天好日子。走着瞧。
陆经来了理，怎么还在啊？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想再陪陪师傅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这样，招牌的事情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你是我妈唯一的徒弟，以后梁妈私房菜就靠你了。是啊，一朵，梁妈泉下有知，你别那么难过了。早点休息吧。等我妈明天出殡以后，这个店里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帮忙的。小马，帮我送一朵回家吧。好，走，送你回去吧。走了。回去好好睡一觉吧，什么都别想了。梁妈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，但是她更希望看到你幸福，看到你开心。小马哥，今晚谢谢你。只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关心我。一想到师傅的事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没关系，以后我的肩膀属于你，你随时可以依靠。小马哥，太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进去了。一朵。你走吧。那我走了。一朵老大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老大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别难过了，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。只不过是一块招牌。陈杰希，你懂什么啊？你这个大少爷，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金钱、名誉，甚至是爱情，都可以花钱买得到。我跟师傅这种人，我们就要花一辈子的心血去保住这块招牌，那份荣誉。你知道那块招牌是师傅的灵魂。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我只是想逗你开心罢了。师傅没了，餐厅也保不住，你觉得我开心得起来吗？你说什么？梁妈她昨天怎么了？死了。
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都怪我，都怪我太笨。如果我会英文，这样子师傅就不会被骗，手环也不会没了，师傅就不会。都是我不好，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跟你开玩笑啊？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，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